約伯記第41章。你能用魚鈎釣上鱷魚麼？能用繩子壓下他的舌頭麼？你能用繩索穿他的鼻子麼？能用鈎穿他的腮骨麼？他豈向你連連懇求，說柔和的話麼？豈肯與你立約，使你拿他永遠作奴僕麼？你豈可拿他當雀鳥玩耍麼？豈可為你的幼女將他拴住麼？搭伙的漁夫豈可拿他當貨物麼？能把他分給商人麼？你能用倒鈎槍扎滿他的皮，能用魚叉插滿他的頭麼？你按手在他身上，想與他爭戰，就不再這樣行吧。人指望捉拿他，是徒然的。一見他，豈不喪膽麼？沒有那麼兇猛的人敢惹他。這樣，誰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？誰先給我什麼，使我償還呢？天下萬物都是我的。論到鱷魚的肢體和其大力並美好的骨骼，我不能緘默不言。誰能剝他的外衣？誰能進他上下牙骨之間呢？誰能開他的腮頰？他牙齒四圍是可畏的。他以堅固的鱗甲為可誇，緊緊合閉，封得嚴密。這鱗甲一一相連，甚至氣不得透入其間，都是互相聯絡，交結不能分離。他打噴嚏就發出光來，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線，光線原文作眼皮。從他口中發出燒着的火把與飛迸的火星，從他鼻孔冒出煙來，如燒開的鍋和點着的蘆葦。他的氣點着煤炭，有火焰從他口中發出。他頸項中存着勁力，在他面前的刀孔下蹦跳。他的肉塊互相聯絡，緊貼其身，不能搖動。他的心結實如石頭，如夏磨石那樣結實。他一起來，勇士都驚恐，心裏慌亂，便都昏迷。人若用刀、用槍、用標槍、用尖槍扎他，都是無用。他以鐵為乾草，以銅為爛木，箭不能恐嚇他，使他逃避。彈石在他看為碎階，棍棒算為禾秸。他嗤笑短槍收的響聲，他肚腹下如尖瓦片，他如釘耙經過淤泥。他使深淵開滾如鍋，使洋海如鍋中的膏油。他行的路隨後發光，令人想深淵如同白髮。在地上沒有像他做的那樣無所懼怕。凡高大的，他無不藐視；他在驕傲的水族上作王。